看到为了要互侪伙人时代拢会当加出去运动，含人有来去。台北市政府观光团保局搁塞侪伙人台北行透透2.0的活动，本来是满65岁时代拢会当来登记，免费参加台北一天佚佗活动，搁会当各风景区行透透，会当食营养中昼顿，互参加的这阿公阿嬷，大家就喙笑目笑。质量好无？好，好，来斤8。摕书店的水碗伫咧排队，这阿公阿嬷拢笑甲真欢喜，因为中昼顿唔但营养健康，佮全部拢是免钱的。大家一起啊，有缘在一起啊，年纪大了出来走一走，这样不错啊。很感谢，就说我们有这种让我们这些乐龄活动，然后我们这些长青。我希望说，以后办更好。为着互老大人较接出门的，台北市政府观光团保局搁塞中青乐外活动，若是满65岁，就会当免费参加佚佗一天的行程。若会当出去佚佗，搁会当做伙食中昼顿，是晒新的朋友。很多有的人我们都不认识，来这里都很认识的。阿爷都认识很多的朋友。带给大家健康嘛，无论说你走路多少。防止老人痴呆的活动，很好一个活动。活动去年一个塞出来反应最好的，今年市政府搁办一个增加 DIY 体验的行程，让参加的人家己动手去做，让大家吃个老活个老。走出来，而且又有伴。都是他们的邻居啦，等等，大家一出来有很多的话题，然后可以在活动当中又可以去参观，又可以学习，还可以 DIY。另外呢，像中午大家一起用餐，我觉得对老人家来讲，共餐。一起用餐，我觉得是最温馨。今年活动为5月开始办到12月，一声就规划880台游览车，有这个有了，就是要鼓励老大人加出门行行咧。记者综合报道。